来看台东，讲到这风台雨是真惊人，太麻里的溪水柜涨起来，日本山区的土石啊放落来，伫咧白玉水墙边啊，搁再出现一个新的水墙。也讲到这南苏外海扩大的外接货轮，这船员有救起来，不过货轮呢却开始伫咧漏油，恐惊会造成海洋污染。也讲到这南回公路有真侪灾情，顶日啊呢有一个大石头落落来，击到一台货车，66岁驾驶重伤送病院，不过在今仔日伊不幸来别逝咯。为今仔日暗头5点开始呢，这新乡南到大埔路段已经易封性升封起来了。大石头甲小货车的驾驶组喊甲密密麻麻，66岁细粒的驾驶真侪所在拢骨折，虽然第一时间救出来送病院，但是因为伤势相当，车子引发火性的血曲，病院抢救无效嘛是过往，是这摆3度2风台第1例的死亡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启动了这个救助的专案。那我们目前是由赈灾基金会40万，那卫福部20万，那我们台东县政府也是20万。台东地区大雨是继续在落，金峰乡太麻里溪因为落大雨，熊涌起来，对桥墩一直冲，公路单位嘛随时监控桥的安全。伫日本的山区的土石嘛，互大水冲落来，伫有名的景点白玉水墙边啊，甚至佫出现新的水墙。就是通这个那个水沟，为什么？塞住了啊！塞住了。伫南苏的外海8倍多只的货轮靠搭入水，19个船员车已经吊挂到南苏，但是货轮是一直到甲龙门港附近靠搭，红营一直口船体已经出现破损漏油，当地民众烦恼讲污染会继续扩大。因为那个区域是我们赖以为生渔业的很重要的一个场域。另外，南回公路真侪所在拢有零星的灾情，亲像大鸟村是出现土石流，多良和太麻里拢有土石放落来，因为小连线一直落大雨。公路局大埔公务单讲，车日尾暗5点开始，对新乡南到大埔路段已经升封起来。那下午5点开始，因为视线也不好了，那台风大概也快登陆了嘛，那我们考量到豪雨也会很强。另外，伫大高线鹿野市为往龙过美的方向是严重土石流，好佳在无人员伤亡。另外，达人乡的土板部落另外道路嘛，互土石占条咧，村长较紧会动警方来撤离村民。到初二中昼，大东乡各乡镇撤离的人数拢总是2763个人，以大埔乡上济。另外，伫达人乡南边公园的海沙坡，有民众是发现一只海猪疑似互大雁拍起来岸顶，种类阁无法度辨认。虽然讲看起来阁活咧，已经通报海巡和相关单位，不过因为风影实在伤大，目前是无法度活过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